許紹雄離世後，外界都好關心許慧晶 Charmaine 嘅狀況。經過2個幾月嘅沉澱，佢嘅情緒逐漸穩定，又慢慢重現笑容。佢最近喺 YouTube 更新影片時，表示得返我自己一個。佢坦言喪父之痛仍然好難完全消化，但喺短時間內急速成長，承擔起家庭重任，延續父親嘅敬業精神。許紹雄生前好養佢個獨生女，曾經用700萬支持佢喺新加坡發展生意。兩父女亦經常父女檔拍片，分享生活小插曲，展現溫馨親密關係。許紹雄曾經公開表示，自己從來唔會干涉女兒嘅感情生活，鼓勵佢揾到終身伴侶。而許慧晶出席活動表示，對父親嘅離世仍感到難以消化，回憶起父親教佢揸車嘅片段，感觸良多。粉絲們都希望 Charmaine 可以堅強，照顧好自己同媽媽。同時，佢努力掌握父親留低嘅無形資產，包括人脈、敬業態度同埋行業影響力。佢繼續維持 YouTube 頻道更新，工作從未停步，展現韌性同埋責任感。婚後雖然已經回港定居，但佢仍然積極面對生活。粉絲們見證佢喺悲痛中重新站起來，紛紛留言鼓勵：加油！你爸爸一定以你為傲。